台南市创立松柏学院已经40周年，每一年开设2期专门为长辈规划的多元化课程。在新逢台南400这一刻，5月1号起更扩大举办艺文作品联展，来呈现学员们的创作成果。18号社会局更搭配传承教学手作和趣味闯关等活动，让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员来一起互动学习。无论静态、动态，都充分让银发族有发挥的舞台，也让家属感触良多。从农农被活泼来讲，做活泼来讲，老师大家拢最好。对于他们的一些平常的生活身心的这个调剂，还有自信心的方面其实都很有帮助。而且回家之后其实有时候也会乐于把他所学到的这个跟其他的这些一些资质或者是孙子们去做分享。我想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开元国小战鼓队的热闹开场，为庆祝松柏学院40周年揭开序幕。副市长赵清慧在社会局长卢宇聪陪同，也一起颁证纪念讲座给14位超过20年的资深教师，感谢他们长期的付出。另外7位90岁以上的高龄学员，虽然得用辅具或拄着拐杖，也是坚持来吸收新知，相当难能可贵，亦接受终身学习楷模，场面相当温馨。爷爷看中间，爷爷。讲最高年龄的学员是101岁，好，所以这理处起来都比我们的这个年次还低啊，所以也身体非常的硬朗。那也代表着我们老人家参与的这些社会活动，会让他的身体、身心灵都获得很大的帮助，跟我们同辈的这些友伴互相的这个。交流都让他的这个活动力呢都可以维持，这个也是我们松柏育乐长期以来推动长青服务这样子的一个概念。3、2、1，请拉断带，松柏乐龄庆40，轻盈共荣迎未来。感谢有你。这次接受表扬的松柏学院师生，以传为佳话的就是元老级的书法老师苏景炫，在松柏长达40年的教学生涯，以及101岁的学员姚肖汉，他们2人再次同框书法，除了令人深感浓厚的师生情谊和勤勉不服老的精神，更完美体现出长者们智慧传承的价值。101岁的姚先生，非常荣幸跟他认识亦师亦友他是亦师亦友，我是亦友亦师，很有意思啦谢谢你有缘跟你认识那我们一起在书法这个学习的过程呢，很快乐跟其他的同学也是很融洽希望呢。有兴趣的同学的台南市民呢，一起来。年纪大了，无所事事在笔墨之间写书法，活玩同时写书法都是写一些成语写成语我就会想到这个成语的故事对于个人的修养也还是有帮助多少必要对，而且写字都不会老，真的。那父亲本身就是很喜欢写书法，他来这边来上书法，一方面也可以让他延续他的喜好嘛，对不对？那他年纪虽然很大，可是他也很愿意走出来，让更多的这个年长的人能够学习的榜样啦，也能够再继续学习，然后精进，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没错，活到老学到老，迎接超高龄社会。台南市松柏学院也将持续体现轻盈共融、活跃老化，来吸引更多长辈投入终身学习的行列。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